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芷。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华公司申请变更金华城设计取消20%用这奖励，国民党收押4月初动手术了后头一届出庭。美国要扣对等关税，咱国内为着要让企业和民众有时间应用，今年5月报税时间延长1个月到6月30。日本 EVE 止痛药有一种成分可能会损害神经系统，韩国为4月开始列做管制药品，禁止早入境。新闻头起先来看金华城案件上新的进度。中华开发公司主动申请变更多次设计内容，暂慢实施20%用这奖励。不过，都发局表示，这文件是写明是取消。这金华城用这率已经为840%降做728%。金华城用这争议案件有新的进度，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也出来讲，中华公司在4月初9挂件申请变更设计，目前变更案甲有争议20%用这奖励取消。不过，中华16暗时紧急发声明驳回讲，强调是暂缓实施20%用这奖励，并不是取消。市府宣称顶越放弃，总是被顶越打脸。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蒋万安的市政府应该重新开都委会，针对这个金华城的20% 农奖违法的事情进行审理，并且取消。用这奖励是暂缓或者是取消？都发局回应讲，按目前中华挂件变更设计书变更的项目，写总用这率是由840%来调整降低，而且配合用这个调整，减少总楼地板的面积。另外，按报告书法令专章检讨的部分，有写这一届的变更，取消4%润成城市贡献奖励，8%智慧城市贡献奖励，甲8%宜居城市贡献奖励。不过，议员建议讲，市府应该赶紧取消细部计划案的协议书，另外才袂阁有因为用这奖励变盘的可能性。譬如说，他帮市府认养公园，帮市府修复道路，然后市府再给予他一定的荣奖。但是这样的交换条件其实是不等值的，所以我希望是不管是未来的诉讼结果怎么样，我觉得市府要脱钩，把这种图利式的荣奖给取消掉。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跟顶越进行这种交换式的荣奖。都发局表示，最后法院若判定金华城无罪，用这奖励嘛是合法的。另外，佫一届申请变更设计恢复申请用这奖励，市府嘛尊重。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因为金华城案和政治献金案等咧收押，4月初介好就医，今仔日是手术了后头一届出庭。郭文德律师主张被告受到检方无正当的审问甲恐吓，律师希望把笔录的内容调出来看。法警介护行出警备车，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牵涉金华城甲政治现金的案件，在超过7个月，4月初捌介护就医动手术，17号法院提审，手术了第一摆出庭。真侪支持者透早到伫院外，看到郭文德到位，都大声喊加油声援。郭文德太太陈培琪也到庭旁听，对提问无回应。反倒是伫庭上看到先生了后，透露一句气色袂歹。夫人现在还担心主席的身体状况吗？郭文泰拄要开喙表示，家己闭关8个月，唔知发生啥物代志了后，马上互法官打断，爱最后才去讲。啊，毋过叶律师专把后真针对被告笔录的证据能力，佮希望调阅笔录内容。法官伫审理进程应做中间裁定。极力的支持柯文哲柯主席，争取他司法上的人权，司法上的跟人权。一方面呢，我们会推动法庭直播，
我们希望全民都可以看得到整个重要案件的审判的这个过程。民众党真侪立委包含黄国昌、黄珊珊等人也拢出来，其中张启凯佫表示，党团最近对正式提案推动法庭一步，为原题即摆出庭了后，台北地院也规划5月，迫切将伊就地出来审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冲击全球的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嘛就安尼，预估今年贸易发展是为成长改做倒救。这川普关税政策唔但引起国际批评，在美国加州州长嘛提起诉讼，以指控川普破坏美国经济。川普关税政策互全球贸易前景严重恶化，世界贸易组织 WTO 昨日公布预测，全球今年贸易商品量会减少0.2%，比去年10月预估的扩张将近3%较低。那美国继续推动对顶关税情形会更较严重，甚至发生美国甲中国经济脱钩。If it were to contribute to a broader fragment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along geopolitical lines into two isolated blocks, our estimates suggest that global real GDP would be lowered by nearly 7% in the long term. 唔但国际之间烦恼美国国内有不满的声音，加州州长纽森昨日起诉川普政府违法滥用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混乱甲破坏，开出全美国第一枪。The truth is the IEEPA does not apply here. Trump has had to resort to creating bogus national emergencies that defy reason. He's even claimed there's an influx of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illicit drugs crossing over the Canadian border as the basis for imposing across-the-board tariffs on Canada. 纽森昨日指出，川普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墨西哥、加拿大甲中国扣关税，对所有进口产品扣10%的关税拢是违法，因为这法案授权总统冻结甲组织交易来应对外国威胁，按过部分准总统采取关税措施。加州是美国经济规模上大、进口量上大的州，真侪企业已经告知州政府官员，因会开始将关税成本转付消费者。加州今年已经提起10多件诉讼，质疑川普的政策。按过这摆关税诉讼是纽森今年第一摆用原告身份提起诉讼，伊被看作是2018年总统大选的一门人选。按过白宫回应，纽森应该加关注加州的犯罪率、流浪人甲大的问题。美国关税基地一直发加，新加坡虽然是唯一甲美国有贸易逆差的同协国家，依然被扣较低10%对顶关税。成功唔敢代替，加上特别伫个5月初3举行大选，政府昨日成立跨部会小组来进行。Even these significant uncertainties, PM has asked me to set up this Singapore Economic Resilience Task Force to help our companies, especially ou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to navigate through these troubled waters. 甘平向指出，这小组目标伫甲企业共享信息，及时应应挑战，甲协助企业甲人员转型，伫新的经济格局当中找到定位。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川普关税政策变数真多，互人袂按算日。国内有企业建议政府延后1年，也就是伫咧2027年才来扣碳费。不过，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也是会照原本定的时间来推动，未改变。美国总统川普对顶关税政策和国际经济大地动，最近某企业建议政府应该渐慢来征收碳费，到2027年嘛，就是延后1年才来收钱，甲后明碳边境调整机制试变同步来上路。会再来到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专题报告的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后明嘛是预期2026年来上路。并没有延缓1年，但是它是主要是在2027年2月，这个购买的凭证时间是延到2027年2月。但立委关心企业感情拄到美国关税挑战，那讲个如期来征收碳费，恐惊会是一大的考验。你有提到说先存活下来啊，会比这个近邻永续更重要哈，这件事没有人会否认啊，因为这个是一个等于一个急来的一个海啸。你会如期开征碳费吗？就是今年1月1号开始定价了，然后明年5月31号要缴今年的费用。针对可能的国安是不是应该保留核能的议题，部长彭启明重申，政府是抱着开放的态度做各种讨论，但伊强调考虑到核能延役的成本非常高，新核能技术还未成熟，当初时规划整定的路线并无可能核能。要很多钱，还要花很多的时间，不是说明天就可以继续用了。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推进你的时候没有把它放进去。好，彭启明指
指出，根据国际能源总署 IEA 报告，要重启或者是延役一部核能机组，大概要开90亿的美金以上。延役毋是今仔试落去，明仔载就启动。另外，除了核废料的问题无解，使用核电嘛需要社会非常大的共识。公司新闻林静梅配合做台报道。美国要扣对顶关税，咱国内为着要让企业和民众有时间应用，今年5月报税延长1个月到6月30。财政部表示，综合所得税甲营利事业所得税报税纳税时间本来是5月1到5月31，即阵延长到6月30。若退税定数未影响到，伫咧6月30进前申报头一批共款是伫咧7月31退税未改变。袂少人去日本佚佗，拢会买 EVE 的止痛药啊。不过，这排药啊4月开始去互韩国列做管制药品，禁止早入境。因为这 EVE 内底有一种成分，可能会损害人类的神经系统。若是韩国要化禁，咱台湾嘛无开放进口。日本这种 EVE 止痛药啊，是未少岛人去日本旅游的时阵会买当台湾的药品，知名度是真悬。不过，南韩为4月开始将 EVE 列为管制药品，禁止民众早入境。就听说过很有用而已，不舒服会去看医生这样子。如果他真的是有偏头痛的那个状况的话，那他吃长久是没有效果的。根据了解，目前有6种止痛药啊，拢互南韩依照《药类管理法》列为管制药品，包含 EVE、A 等等6款的药品，内底拢含有丙烯异丙乙酸鸟的成分。EVE 止痛药内底的丙烯异丙乙酸鸟成分是一种抗精神性的药物，会影响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有高度依赖性甲调调的特性。目前南韩列管，台湾也无开放进口。为什么台湾不进口？台湾的食药署是保障民众的一个用药安全，还有包含有一个露露，它里面有那个2氢口袋因，它也是有成瘾性，所以很多人去日本啊，就买了一堆这种止痛药、感冒药，其实有时候反而吃了对身体不好。它里面是复方的药，有多种成分，有人吃了它后会有一些轻微的镇定作用，然后有人吃了它后也可能会有血小板低下。药师指出，女性痛经的时阵，有人会食 EVE 来止痛，不过因为成分的关系，反倒倒来会互肠胃无舒适，并白这个症状。医师服用，若民众身体无舒适，千万唔通黑白买清药啊，这样确保用药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北市环评委员会伫咧2022年1月通过社岛开发计划环境影响的评估，社岛自管会不满，就招900居民提出诉讼。经过3年时间，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撤销环评处分。来看详细的消息。开发案里面，台北市政府居然可以以堤防没有超过应该要实施环评的长度，来再将堤防剔除在这个开发行为的范围内，所以法院也认定你将堤防剔除的这件事情也是属于违法的。基于这3大理由，法院认定本案原处分环评的这个结论以及诉愿的决定都要予以撤销。咱台湾本岛要往回屏东小琉球，拢着爱坐船。不过公平会发现有8间船公司，若像有讲好势做伙来起价，公平会拢总甲应罚1100万。今年清明连假，扫墓民众加上旅游人潮，和东港往返小琉球的码头一透早就出现排队人潮。这种画面几乎重要节日拢会看到。但是经营东流淡盐线的8间船帮业者，因为牵涉到联合起价，和公平交易委员会来开发。先后开了2次会，民宿业者的优惠票要抬涨那个价格，然后他们之后又开了1次会，要把那个散客的价格也要调涨上来。同样水平的竞争业者共同决议去抬高价格，这是公平交易法所禁止的联合行为。公平会表示，8间业者当中有2间捌提供成人来回船票，比370块较低，优惠互相竞争。后续这2间找其他6间来开会，了后东流线民宿优惠的船票，为前当1月开始，8间继续拢是来回船票370块，半票200块。同一当4月又搁起了线客票价。
加上这8间业者伫东流东盐市占率超过80%，互公平会认为因的行为影响到市场的功能。稍微贵一点。真的吗？为什么？因为行程很短。来回全票这样450，但是老板也蛮佛心，有帮我们折扣20块，所以我们是430这样。暂时来到东港码头红开发的业者，全票来回票价确实拢是450块，只是面对这个红开发，总公司拢表示暂时无爱回应。公司新闻王刘婷丹向昆屏东报道。来看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昨下晡有员工反映讲去互偷袭，当场抓到人报警察。台北市长周万安要求严格调查。今天早上也主动开会来研议相关后续的精进措施包括了我们已经开始启动调查那因为本局本来就有常设的委员会，会有委员会当中组成调查小组那相关昨天的证据也都有保全，我们会尽速完成调查。根据了解，共偷袭的是教育局请的工读生，去互警方依照妨害秘密的罪嫌带回去调查。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启动员工关怀机制。若市长周万安强调，袂放任偷袭甲性骚扰行为发生。台中有诈骗集团和一个技校师斗空，甲银行申请21个人头公司的口座，骗人投资，甲钱汇来这寡口座。初步清查有10外人受害，大部分拢是退休的民众，拢总互骗1亿5千万起。警方入去这间透天厝，抓到诈骗集团姓陈的主嫌。来，卖引导，警察出来。警方敲出手机甲公司的大小囡仔等证物，也逮捕其他嫌犯。警方调查，这个诈骗集团甲有技校书证照细部的查某人斗空，甲银行申请21个人头公司户，全部拢是要摕去怪人假投资，互被害人汇集用的。细部技校书的成分，除了会当暗砍金流，佫会当闪银行组织诈骗。汇入的金额这个部分，这个记账师他并没有办法去解释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相关的人士汇款到他的那个所深设的那个公司行号的那个账户内，这样他认为他广设公司行号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这样子。警方表示，全国积极打击诈骗，若有人要领较大条的钱，银行拢会关心。这个技校师利用公司要来汇款或者是工程款的名义，甲银行领大笔现金。警方去年7月发动搜查，逮捕12个人，不法金额1.5亿。检方已经起诉10个人。有律师指出，技校师是专门协助人绩效甲纳税，若协助犯罪，毋若砍涉刑责，犯罪所得也会互退回去。记账师的本身，他在执行业务过程之中，他如果知道他的纳税义务人公司或者是行号有从事不法的行为，或者是他可能知道他在做犯罪的行为，而他觉得没有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帮助犯罪或者是共犯的一个情形在里面。律师表示，技校师若协助犯罪，毋若违反刑法诈欺罪，佮涉犯伪造文书甲洗钱防制法，但是参与犯罪分工也牵涉组织犯罪条例，技校师的资格也会互取消。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南木徛家厝电用到真伤，电表线拢无跳。警察去敲，发现嫌犯伫咧厝尾顶放46台虚拟货币挖矿机，毋若趁甲优势势，佮偷改电表省电钱，害台电了买700万。这个月15，警方甲台电的人员来到台南林德的这间透天厝调查，因为这个所在起防发现有违法用电。警方伫咧楼尾顶查到46台虚拟货币挖矿机，佮有相关的设备，而且发现这个所在的电力设备伫咧无经过台电许可的情形之下，去互偷改过。查获无性犯嫌，现场扣得矿机46台及相关设备，全案依窃盗罪嫌送办。非法偷摕电，毋但是危害公共安全，嘛侵害社会资源。台电表示，只要有人用电量出现问题，因就会去追踪，嘛会找警方来调查。后来果然是发现有人咧偷摕电，而且用到真凶，害台电了买700万。智慧型电表呢，比较能够及时掌握用电的方式、用电资讯，然后对于这个盗拨指数呢，也比较能够预防。对用户异常的用电会追偿他的电费。台电讲，因能够根据电业法第56条来讨赔。那台电这几年嘛开始推动智慧电表，比传统的电表更较准确，而且嘛会逐工传数据，
搁较会当预防有人违规用电。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消息，最近连续爆出中国间谍案，罗总统要求这民进党内党公职去中国、香港甲澳门，就要保庇的3项做法，防止中国渗透。那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正特租黄楚阳，有民主学院的前副主任曲世元拢涉案羁押禁戒，今仔日提审开庭。要勉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明知道这个是诈骗集团，不要参加，不要为虎作伥。不仅仅要抓车手，还要抓背后的犯罪集团，就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政府责无旁贷。出席打诈论坛，罗总统讲打诈诈骗，不过好亲像呼应最近真侪的强调案，因为民进党内有真侪的党工涉案，身兼党主席的罗总统，昨日提出包括党公职去中港澳需要保庇的3个做法，要伫国安法制还未完备进前，防止中共渗透。总统怎么看共谍案在党要无照卸负政治责任？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外交部长任内的幕僚何仁杰，嘛牵涉到强谍案，互人羁押禁见。在野党持续要追究吴钊燮的责任，其实检调查出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有典经特助黄楚莹去予中共政治人员吸收了后，去找民进党民主学院前副主任曲世元。迄个时阵，伊是担任赖副总统机要的吴尚武，也甲何仁杰交付公务机密予中共，4个人拢互人羁押禁见。黄楚莹甲曲世元羁押届满2个月，17由台北地法院提审开庭。吴尚武羁押期嘛得要届满。院长请马友陈政委2周内邀集相关单位研议强化方案，也请所有公务人同仁必须要加强国安意识，身为公务员更要坚守对国家的忠诚。对于强谍案真多，行政院表示会为制度面来管控，最近要检视相关法规，强化国安机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挂牌船洪泰号甲咱的电缆拖倒，咱已经起诉。不过另外一只长顺号是改名改做先锋号，走来咱房山的海底电缆区，形状是真可疑。海委会表示，咱对电缆的意见到此地，海巡拢有建立定书，卖建议修法，加强海巡执法的力头。大海真无平静。蒙古籍的货船中顺号，今年2月去互发现讲出现伫咧房山的海底电缆区，形状真可疑。想袂到中顺号后来改名改做先锋号，3月份入港维修，最近阁伫咧房山海底电缆区乱烧。海巡是提悬警戒，不过台湾允准外国的船仔入港维修，伊的目的煞有可能是影响咱国的海底电缆。海委会主委关佩玲17强调讲，会全力来防守。从预警的事前的监督一直到中间的取缔我想整个程序现在跨部会都建立起来，我们会全力的防守。根据司法部的统计，台湾从2021年开始出现30多件海底电缆去用破坏的事件，而且真接咧发生。关佩玲表示，海底电缆有自然登记的，嘛有渔船破坏的，包括红起诉的中国宽基轮、宏泰货船，涉嫌甲台澎第3海底电缆拖登去。关佩玲讲，海巡伫咧前线执法拄着困难，需要下部会合作。目前向收电业法、电信管理法、甲准片法的方向来行。港口口管理先广播，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的那个海巡署的建管理会去做相关的驱离。电信管理法是这个海缆的断缆的船嘛哈，目前没有这个条款，那确实是可以修。目前是只有刑责，但是船的没入罚金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来修。关佩玲讲，有真侪船仔用2套以上 AIS 的自动辨识系统，其中嘛有台湾的渔船仔用中国海警船的 AIS 来掠鱼啊。目前甲交通航管部门建立机制，确实是有查获到台湾的渔船，它挂中国船舶的假名，在大陆的海域捕鱼，或许对他们来讲有所方便。我们还必须去修船舶法，才会有罚则。国防部嘛全面清查，有62个官兵有领中国的机组证。关佩玲表示，有3个海巡队的队员有领中国的机组证，是伫咧招募进前就摕到的，目前拢已经注销。这3个人嘛无接触机密甲敏感的业务。公司新闻台北报道。
罢免保昆期的代表人李美玲洪亚讲，伊正正负责花莲2个当地协会，提民进党政府要1000万的补助。国民党怀疑这是咧摕国家的资源咧饲网军。另外，检调继续咧查这人数造假，去敲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甲主委带去调查处问话。罢免行动一直发酵，国民党开记者会质疑罢免保昆期团体提供花莲的带头人李美玲。过去所属的2个花莲地方发展协会，这几年得到中央标函加补助高达951.4万。质疑伊是倒手提钱，正手无罢免，互李美玲本人反驳是恶意抹黑，表示愿意接受调查。正当外界好奇说，这个花莲的罢免团体，怎么这么有钱哦？那么这2个协会在过去的5年，其实呢，拿到政府的补助高达900多万，将近1000万了。那长年以来，可能就累积了不少的资源。4年前，北林社区就已经卸任；2年前，观光旅游发展协会也已经卸任，申请的相关补助也都依照政府的法规进行核销。即马大罢免进入第2阶段联署，积极协助罢团的民进党立委沈碧荣所受到恐吓会，内容爱退出政坛，佮表示要对伊的亲人不利。这个恐吓信呢，里面有附这个我老婆的照片上面写一个死然后呢，信里面也指出呢，如果我不辞去立委的话呢，我的女儿就会变成下一个小灯泡。其实不管是共产党、国民党跟民众党一直在煽动对我的仇恨，而这封信件呢，这封恐吓信呢，也不过就是他们不断在煽动仇恨的一个结果。任何人都会说过死亡威胁，我过去说过很多人，但我们不会怕，你只要行得正坐得端。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激烈的手段。韩国进前那些青年挂纳粹臂章引起的风波，党主席朱立伦一开始表示，这是靠西民进党的恶意独裁。17伊是个表示，绝对不支持纳粹，唾弃纳粹，也坚决的反对共产独裁。包括过去民进党也有一些党员做这样的装扮，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反对的。北检新北检最近针对不实联署展开侦办，搜查国民党邦桥区三重埔区党部等6人，10人分别3万到10万交保，各限制出境、出海加限制住机。17检调各搜查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台北市主委黄李锦如已经被带到市调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去云南会去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最近连续传出电动车盗火事故，这调解立委就批评云南会调查伤过拖沙。云南会表示，针对自动驾驶电动车有提出安全审检，也建议交通部改善交通管制。这架电动车冲出河南，为高速公路摔落来，当做是2节电池盗火，其中一个人摔出去车外口，当场就无生命的现象。这架电动小客车伫国道1号路南虎尾路段，弄到河南了后摔落来盗火的事件。云南会已经伫今年2月公布事实资料报告。另外，今年国道阳明休息站电动车启动分隔岛，造成4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这是云南会启动调查的第2件电动车的事故。按照今年7月会公布事实的资料。我认为说云南会慢了，电动车辆啊，只要具先进的 ADAS 的车辆也纳入你们一个调查的范围啊，让过去说好像完全不行的。现在有点谱了。电动车相关的事故的调查到目前的基础非常的薄弱，几乎等于0了。还在收集资料当中啊，确实。现在还是在收集资料当中。对，确实是啊。进度太慢，民众担忧。我们会加会。立委指出，以电动小客车做例，包括油电车在内，10年来成长170倍。不过，云南会调查的量哪像对袂着。另外，针对水路的事故，改善建议的结案率虽然从去年7成多增加到今年8成2，不过要是各类的事故内底，改善建议结案率上低。之前发生有很多案子都是涉及这个饮水作为的修订，这一部分呢，航港局已经在努力的在做，那我们也积极在跟他们沟通。云南会解说，成立以来，水路的案件因为渔船事故超过按算的。在111年了后，仍然有渐渐保护条。未来嘛会透过引进调查资讯管理系统，全面提升调查的效率。亲像去年受到注目的中国籍亚洲客航货轮在亚六扣台案件，按算今年年底就会当完成上尾的调查报告。公视新闻综合报道。
AI 发展长时间，根据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调查，发现国内有7成企业虽然知影 AI 会带动产业变化，却唔知影要安怎和企业经营结合推动 AI。生成式 AI 伫个全球滚价，随起人工智慧开讲机器人 ChatGPT 也出来，突然更较侪人对 AI 想象。今年台湾产业 AI 化大调查发现，企业对 AI 认知有明显提悬，不过依然有7成企业无法度成功跨过 AI 化的第一步。它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要怎么样跟企业的经营策略做结合，而且跟它现有的整个组织架构可以完全的融入。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台湾的企业普遍比较缺乏经验。台湾在提供一些 AI 的硬体有我们的强项，可是我们自己的产业怎么样去用，来提升我们产业的竞争力，还比较缺乏。根据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今年调查，无接触 AI 企业比例为45.5%，降到39.4%，有 AI 基础认知的企业增加到31.7%。不过，实际导入 AI 应用企业比例无明显的增加。除了企业对 AI 推动意愿有限，也欠缺资料管理、品质管控的基本认知加数据基础。当然，这个 AI 科技会一直推陈出新，它变化很快。但是企业内部不能在那边等待，它必须要做一些扎实的训练啊，就包含现有的人员要从这个AI 的一些原理，还有它的应用，必须做一些扎实的内训。培养人才、技术应用，什么拢是企业爱导入 AI 时阵可能会面临的挑战。经济部伫今年目标，希望伫国际上 AI 应用排名为去年11名提悬到14名，而且4年内要培养20万 AI 人才。学者建议企业除了加强员工培训，应该盘点即卖资料库，制定未来愿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的特教学生会当伫咧普通班上课，和一般学生同款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不过，全国幼教产业工会指出，目前特教助理员的配额和孙会辅导老师拢无够，希望教育部降低幼幼专班的师生比。每一个囡仔拢有公平的受教权。今年是台湾推动公幼零拒绝政策的第30档，特教儿童通伫普通班上课。不过，目前教育现场和老师的支持资源煞真无够。伫公立幼儿园甲75档的老师表示，咧教育现场常在拄到特殊生有特殊的情绪状况，老师敢会当先安大因的情绪，实际要甲斗相共提供资源真困难，真无奈。最困难的是，我知道他需要鉴定，他需要资源，可是身为老师的我没有权限。我们不是不想帮，而是整个制度让我们帮也帮不上。另外，全国幼教产业工会也指出，特教助理员的配额和时间拢无够，甚至有关期间半点钟，还有巡回辅导师资的容量也真暗。以特教助理员的服务时数来说，新北市多数的个案一个学期只给30到80小时左右的入班时数。还有的县市甚至只给每天0.5小时。那再来还有巡回辅导老师，这些老师们他一个人要负责30到45名的个案，都是常态哦。工会表示，虽然普通班有调整师生比，希望幼幼专班的师生比会当更降低，减轻老师的负担。教育部国教署是回应，目前有配合特教法修正，113到117学年度有修正学前特殊推动计划，提供老师更较侪支持。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制度的建立，来精进我们现场教保服务人员在特教方面的专业素养。那还有推动融合教育，那以及增加现场所需的这些支持服务效能跟强化行政效能的合作。工会强调，强化学前特教资源是融合教育目前上应该重视的，希望有完善的学前教育，让特教升级到各校较好适应。这也是幼儿成长教育发展真重要的一部分。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花莲县高中小教师联合竞选连续办5档最近煞公告要暂停，理由讲这是进前录取的老师教学品质无好，佮讲这竞选无法度减少代理老师的比例。为降低花莲县代理老师偏悬的问题，花莲县府连续办理5年的高中小正式老师联合竞选，目前已经录取300位老师，不过县府昨日却向宣布暂时停止联合竞选，引起外界议论。108年以前都是30几%，后来呢才开始开教甄之后变成20几%。但是如果你是忽然又不开，
那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代理教师过高的教育现场状况。关府到厝顶请示有好好反映，考试一摆老师教学品质无好，加上办理证试了后，也是无法度降低代理老师比例。相关办理是希望应找出解决的方式。新进老师，不管是在教学上，或者是辅导管教，甚至是班级经营上面，其实都需要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跟鼓励。所以呢，才希望说呢，今年的部分能够缓一下。毋过，是毋是影响咧准备应考的师资生涯的生涯规划？代理老师团体就积极关乎根本是逃避稳定开阔的责任。花莲县就已经是偏乡，代理教师比例本来就高。那你说，因为现在代理教师比例高，我们就不开教甄，这样的逻辑我实在是无法理解。真的是呼吁教育部一定要出来介入，就是这年年出包的花莲教甄。关府教处强调，国校依然应家己办理代理老师竞选，也用公费性培育、教师改评这机制来进行。不过，教团也是呼吁教育部应该履行区域联合竞选承诺，确保老师争取稳定开阔。公视新闻花莲报道。宜兰有一只渔船，今年1月16日伫咧总位的海保跨沙，到达超过3个月啊。民众讲有闻到柴油味，惊会损动自然环境，希望县府紧处理。不过县府表示，这拖船有拖2届拢无成功，会请示渔业署看敢有其他的办法，甲船刷走。这只渔船钓伫海保已经超过3个月，不过一直拢无移除。这只钓伫宜兰总围沙堡的头城侧丰兴王渔船，民众质疑现场已经有闻到柴油味，而且对当地景观是伤害，应该赶紧处理。你遐感觉敢好？遐虽然是较无好看，政府无管制真好啦，无讲我这掠不了几百公外远的鱼会使掠，对吧？啊，要掠我度。这只渔船超过20吨，平常时会靠岸掠无啦鱼，因为今年1月16日作业时阵，梨花赏金唔再钓伫遐。海沙堡一旦看到渔船有牵一条粗丝啊，县政府是讲，这只渔船钓到了后，有派宜安6号协助拖2届，不过拢无法度成功刷船。但是船内柴油船主已经全部抽完，目前无漏油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有建议一些做法，那他要去试啊。县政府表示，渔船钓到了后，船主有责任移除，后续会协助请示渔业署，看是不是有其他方式协助渔船脱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固定古迹台中州厅整修要5年啊，不过日期工程煞无标出去，本地按算明年要开放，反正爱延期啊。那文资处表示，后礼拜就会办第2届招标。红砖白墙甲门窗修复，结果也完成补强。有100年历史的固定古迹台中州厅封馆修复将近5年，台中市文化局规划明年开放，但是日期监管工程最近招标煞流标，目前外围也是大白色的围篱，当地民众感觉真可惜，希望赶紧来开放。那么好的地方，不能像台南那样子把很多古迹整理得很漂亮，让大家变得很喜欢。来台中就一定要到的地方，会真的蛮可惜的，所以会希望市府这边可以加油，让它赶快可以活化起来，这样。可是咱消费者咱无法度啊。文资处表示，日期监管工程包括新建1位机电消防设备甲便所，文化局成立市内装修，也个外围监管改造3部分。头一届招标无达到法定3间厂商之下流标，但是有1间厂商投标。显示已算是厂商也可以当接受的范围，会办理2届招标。那因为第一次就有1家厂商来投标了，所以我们预估就是第2次也应该会有1家厂商来，最少会有1家厂商来投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招标出去。那如果是只有还是1家呢，还是可以用紧急办法处理啊，经过审查委员大家都同意之下。可以来做这一家的决标工作。地方烦恼台中州厅开放搁再延，文书工作者也建议文化局会使以政府采购法紧急状况来处理，就会当决标。文资处是强调，日期监管工程2月22号开标，工期规划1年，明年底进程应该会当顺利全区开放。公视新闻台中报道。国历3月19是太阳神君的圣诞。台南真侪人会传9滴16样的糕饼来拜拜。台南市文化协会就透过导览，要带民众了解在地文化。
含面粉糯糯的滴入去府城特有的制品猪甲羊的印模，做成饼皮也是方片糕来卖。旧历3月19日天是太阳神君的圣诞，侪人会提早注文糕仔饼做制品。即阵民众食习惯是改变，所以多数饼店平常时较无专门咧做这，敢若伫即礼拜才有咧做。低俗高低16牛这项文化渐渐失去。台南市文化协会为了推广保存，办导览巡礼，带民众去庙寺行踏、听导览、看文化。台湾的就是保护的文化这样子，那就特别想要。特别来看这样，所以小时候很好奇，我又是住在高雄，在台南的一些很传统的一些信仰文化方面，以前都完全不晓得。4天就开始要准备要做，那这个又是手工类型的话，它是绿豆糕做的，还有咸粿啊，还有一个叫凤片糕。台南市的民俗资产高低16牛对清朝传到呾，糕饼印模有特殊意涵。对这张图来看，倒边是猪仔，正边是羊，摆做伙是一字名。文书工作者讲，旧的音我旧，那底参明朝皇帝姓共音，那16牛拄好是明朝16任的皇帝。就因为清代时阵袂使公开祭拜明朝的人物，后来就相传用太阳神君的圣诞来怀念明朝过往的皇帝。高低16牛是高价低。就是旧姓朱的，姓朱的，姓朱的16代君王，按明太祖到明肃宗，拢总16代的皇帝，所以呢，以这个概念来讲这个这个祭祀的重要性。文书工作者讲，其实早前有人嘛会摕礼棒来拜太阳神君，也是用青米、米糕等米制品来祈求五穀丰收。因讲这文化若无好好传落去，未来少年人可能会失去参这份历史的连结。因讲未来继续用行托活动，让大家更加了解这片土地。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高雄有学校连续3年发现混交鹰来做寿来生卵。今年因为这鸟数有较低，学校就甲野鸟学会合作采摄影机，伫咧网络直播记录混交鹰孵卵的过程。16早起9点外，混交鹰的鸟母雄雄徛起来看寿底卵，原来是第一粒卵的鸟仔囝要出世咯。遮尔珍贵的画面，拢互直播的镜头记录落来。这是南部地区第一摆有人做混交鹰孵卵的直播，而且这个鸟仔寿就伫高雄一间学校边仔。老实讲，这对混交鹰连续3档拢来学校做寿，因为这摆做寿的所在袂伤悬，角度更好，伊才联络高雄市野鸟学会来做直播观察。那这一次我们可以从孵蛋的时候开始做，我觉得蛮特别的啦。大部分学生听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老鹰怎么都市啊或学校可能会有老鹰这样，甚至很多老师也不觉得那个老鹰会出现在都市里面。拄出世的头只鸟仔囝有白白幼萌，看起来真古锥。这摆直播对初十开始，对做寿、生卵、孵卵，鸟仔囝出世拢会当看到。那钟老师利用直播为民上课，线顶观看人数也超过700人。高雄市野鸟学会讲，因为混鸟鹰孵卵的时阵真惊人吵，所以地点无公开。等到第2粒卵孵出来，大约1-2个月，鸟仔囝就会离开鸟仔寿。以进前的一寡研究来看，可能差不多伫咧35天至40天了后，伊就会离开。但是今年阮咧看这show的时阵有一件代志足趣味的，就是旧年的鸟仔囝，今年爸爸妈妈已经做寿啊，结果旧年的鸟仔囝佫飞倒来，飞倒伫边仔看，所以有可能嘛是拢了解伫附近遐伫遐生活。二级保育类的混鸟鹰是少数会伫都市做寿生团鹰啊。学会表示，头摆直播看到民众环境遮尔好，而且可以当互大家对因有更较深的认识，感觉这摆直播真有价值。记者柯家如区长用高雄参报道。咱常听时大人讲接酸较痛，实际上伫咧临床久长来国际拢甲酸当做痛来治疗。不过咱中研院的研究员但志成研究团队就发现，引起酸甲痛的神经其实是无共款的。伊就用台语的罗马拼音新创一个字，叫做 sensation 来表达酸的感觉。即马嘛放伫咧国际期刊顶悬。用台语来讲，酸痛、痛麻拢有无共款的症状表现。其中酸痛在国际医学旧年来拢甲酸甲痛看做同一种的治疗。不过到底什么情形会感觉酸呢？坐较久啦，坐较久的腰较酸安尼。叫我安尼袂动啊，我就紧起来，安尼小啊，
佫叮当者。身体酸的时，咱会想要存稳；若是疼，根本就袂想要去叮当着。中研医生医所的研究员陈志成表示，这就是面对酸甲疼上无共的反应。经过13档的研究，发现本体感觉神经其实是一种酸甲神经。研究团队特别把酸的感觉用台语酸的罗马拼音，新创一个专业名词，号做 Sensation， 伫咧国际重要的学术期刊《科学前沿》发表。你若讲酸甲疼无共款，伊讲特别的神经，所以。阮这篇论文就是找到真正有酸的神经，那因为有酸的神经，阮才会通讲酸甲疼无共款。另外嘛，因为台语和英语、日本话、韩国话拢无共款，有特别区别酸甲疼，互陈志成对酸的研究愈做愈深。伊找32位专家来讨论，包括医学、体学、语言学等等，找出酸的无共表现。比如运动了后的酸，甲做手术了后的酸拢无共款。研究团队拍算先列出16个甲酸有关的字词，未来嘛按算要写作论文，伫咧国内外发表。因拢甲酸当作疼的一部分，所以变得讲咱为什么讲咱台湾设计一寡无共款的字来解释讲啥物是酸啊？伊啥啦无甲疼有啥物无共？因为咱上清楚。陈志成表示，因为语言和文化的无同，互咱对酸的感觉有愈有路的表达方式，互台湾人有话语权，通去解说啥物是酸，深化 Sensation 的研究。伊认为这项研究若是愈侪人参与，毋但医学上通改变对酸的治疗方式，嘛通促进药物药理的开发。无论是对运动伤害，还是老人照护等等，拢是真重要的发现。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就台湾文教基金会伫咧1997年创立，28年来走找81个国家、481个生命战士，包括全球热爱生命奖互因。今年拢总有25位生命战士，基金会也邀请其中2位分享家己的生命经验。我也有，当然也有一段时间，就是6-7年都是待在家里，就是很少跟外界接触。就是在我高中毕业之后，那有一度我觉得自己的生命难道就只有这样子吗？伊是结巴轮廓的患者第0，4岁时去互人诊断出来，伫成长的过程，较袂着就跋甲规身躯拢是伤，伊目唔甘活，目郁住，甚至互医生诊断讲伊活袂过18岁。如今伊拍破医生的讲法，靠画图找到生命意义。我现在在看我的画作，里面有很多的鸟，那我就在想，鸟也许它是代表某部分是我内心的一种自由。伊是今年就台湾基金会全球热爱生命奖的得主。基金会伫咧1997年成立以来，逐冬拢会伫咧全世界找生命战士，已经表扬81个国家、481个全球热爱生命得奖人。基金会希望透过表扬，鼓励大家热爱生命。今年的25位的全球热爱生命奖的得主，我们今天就先颁发2位。那其他的人，他们大概有18个国家的人，他们9月19号会进到台湾。伫台顶一直牵妈妈的手，黏伫妈妈的身躯边的吴成友，伊同款是即届生命战士的得主。自细汉就透过画图表现出家己心内的想法。未来因2个的图也会伫咧中正纪念堂做展览，希望感染更较侪人。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有一个剧团，号做555剧团，伫咧2000年成立。本地是用华语搬戏，这3年因参加文化部国家语言计划，开始用台语表演。因请台语顾问教因讲台语，写台文的剧本。有的团员本地是完全袂晓讲，即嘛是讲甲真认真。是安那吼，这12先生啦，这鸟鼠白头名哦，拄煞吊车马咧。演员用认真的台语伫咧台顶扮演儿童剧，这是2000年所成立的555剧团。原先这个团员是连一句台语拢袂晓讲，3年前参加文化部推动的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开始用全台语来做演出。这个转换的过程对团员来讲是真大的挑战。阮内底有一个演员足古锥的，伊是连平常时啊台语嘛拢真无熟悉，反正伊感觉讲即个困难的程度，甲越南文是同款的。演的时阵就足紧张，会足紧张的，然后会讲甲袂认真，然后很容易讲错话。金乌走离离，万物着安心。哈哈哈哈，透动啦！
老师念一句，团员对咧念一句，这是为着要互完全袂晓讲台语的团员会晓讲台语，会当伫咧台顶做演出，毋那哪听哪学。为着要互华语剧本有台语开口，老师嘛甲所有的华语剧本翻做台文字，并且配合无共所在口口来发音。这3档就是头一年伫咧宜兰因办迄个好片赛时阵，算是头一摆合作，大家拢是小可无惯势，就是爱讲台语，而且迄阵就特别专工替这个宜兰场去设计这个宜兰腔，对大家来讲拢足无惯势。毋过第2档、第3档到今年，就是大家拢真熟手，看台文剧本，结果到现场，因就开始家己会使念出来，家己咧练习嘛。剧团讲，完整的华语戏剧排练的时间只要2届，改做台语版本得留长到8届，等于是加4倍时间。因讲这个过程虽然辛苦，毋过嘛渐渐把武器捡回来，讲台语讲出来兴趣。剧团打算今年会伫咧云林和彰化做8场的台语演出，希望用团员本身学台语的例，鼓励更较侪人来讲台语，来学武器。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台湾性别代表这个世界，毋是干那查甫和查某这2种。那英国最高法院上新的裁定，说讲女性的定义是生理女性，所以跨性别者伫咧平等法内底无算是女性。这项消息嘛，随引起各跨性别族群的批评。听到最高法院内底传出重大消息，这阵人是大声欢呼。女性定义是指生理性别是女性，跨性别人无伫内底。Today, the judges have said what we always believed to be the case: that women are protected by their biological sex, that sex is real, and that women can now feel safe. 最高法院支持女性权益团体苏格兰妇女立场，不过也建议唔通将这判决解说是社会中一个或者是真侪群体胜利，来牺牲另外一个群体利益。Unanimous decision of this court is that the terms woman and sex in the Equality Act 2010 refer to a biological woman and biological sex. 不过，跨性别族群对最高法院这消息无法度接受，认为违反人权。法院补充，这裁决并无剥夺跨性别者的法律保护，跨性别者依然受性别边境手术歧视禁令的保护。Feels just like we're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rump's America. 这样也是因为苏格兰议会2018年通过一项法律，迄时阵规定苏格兰公共机构的董事会当中，女性代表应该50%。将跨性别女性也纳入女性的定义内底，引起苏格兰妇女提告。苏格兰妇女支持者之一是英国有名的作家《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伊把明确表示，跨性别女性的权利不应该用牺牲生理女性的权益做代价。另外，国际记者组织等反对这项裁决的人士是表示，将跨性别者排除在性别歧视保护之外，甲人权法相冲突。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北欧的道路，逐年春天拢会向北边迁徙。随地电视台已经连续7年直播放送20天。虽然迁徙过程真长，不过有一寡市中的民众讲看道路迁徙会当消除压力。体型真大只的道路，当年4、5月会向北方迁徙，慢慢收甲瑞典北部的汪格曼河对岸，绕过树林啊，甲平原，去热天的生滩地。瑞典电视台连续第7年推出道路大迁徙的24点钟直播节目。今年因为暖化关系，直播时间提早1礼拜为15点场，有计继续20日。要将期待真久，准备好椅啊、咖啡、脆食面，拍算专程参与。Sleep, forget it. I don't sleep. 瑞典电视台伫迁徙路线沿途有2万多公尺的电缆，沿途装33台远端甲夜视摄影机，也有无人机，导致15人远端制作这场迁徙的实况。虽然节奏非常的慢，亲像无啥符合当今世界资讯爆炸、地皮满天飞的趋势。刷真受到欢迎，去年就吸引900万人收看。虽然道路甲会出现都爱看运气，就算画面上只有河流森林，甲鸟仔叫、虫咧吼，拢互人身心宁静。Everyone is so stressed today with the social media and the way we produce everything we do in our life, and this is the total opposite
I think it's a genre that's going to stay with us, and it has some roots in reality television, following something as it's happening in real time. But unlike reality television, it's less staged, so it feels a lot more authentic. 这种慢电视风潮起源于2009年，因为公共电视台播出7点钟的火车之旅，这条路了后带动各种慢电视节目的事件。专家相信，就是这种无参料的平凡甲真实，在日渐吵闹的时代真出众。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天气报你知，这几天拢好天，不过根据气象署的资料，刷落来会有2阵风面要来。明仔载开始到礼拜，风面会经过北台湾，而且透南风，水气会变高，天气会搁较湿、搁较热。北部、中部甲东部的山区，过昼可能会落地渐雨，或者是雷公雨。蔡观众朋友，最后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5度到31度，中部地区26度到31度，南部地区27度到33度。东部地区25度到28度，外岛地区22度到28度。搁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菁，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川普敢若4天尔吼，所以伊时间比别人较短。想要做一个美国历史上上伟大的总统，关税总多影响是伊会改变迄个做生意的方向。现阶段他是要 supply its own demand， 伊有这种决心，有这种能力。你若无做我欢喜的代志，我就做你无欢喜的代志。那就是上接近皇帝的一个总统。拜一至拜四暗时10点至11点，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来收拾啦，早就准备好。我去收拾的时阵哦，每一个人对我扑扑打打，袂说竞争大的人教，惊到有风呢。阿姊，咱即马吼有头路通做，应用有册通读，足幸福的。别声音啊！拍啦！对了！创！好你们！好你们！老板，是！阿公，再用拖当去大人起来呀！你甲应用若是有缘分哦，一定会有见面的。